呢邊啲大三房嘅情況下咧，5到50嘅情況下咧，你可以睇睇呢啲戶型啦。咁啊，望到江景啦，比較舒服下嘅江景望出去。咁啊，山景度亦都有。相對翻你話出翻去旺嘅熱鬧嘅地方咧，買嘢嘅地方咧，都係1公里左右嘅啫。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 Harry， 歡迎收睇卓成頻道。嗱，呢排時咧連續幾日咧，同大家都喺西江名郡呢邊同大家去睇翻一啲筍盤嚇。咁現在目前咧，西江名郡咧在售個單位，即係二手放出嚟嘅單位啦，就越嚟越少啦，已經係唔多啦嚇，唔多個單位。咁而家咧就尤其係5棟呢邊啲單位嚇，5棟呢邊啲單位咧就基本上而家係除咗一套橫廳、一套2樓嚇，咁啊依家還有一套高層嘅單位嚇，咁就因為我之前已經同大家都睇過啦，咁啊呢套高層嘅單位咧係放出嚟冇幾耐嘅啫，咁啊同大家去睇翻嗱，如果大家想揾翻啲大三房嘅大三房嘅單位，其實住得比較舒服嚇，咁會望個景觀都靚嘅嚇。如果大家想揾翻啲大三房嘅單位，不妨睇睇呢套房啦。嗱，呢套房嘅戶型咧，就之前都同大家拍過嘅，只不過價錢咧就同埋個層數都係唔一樣嚇。48萬8一方嘅一個三房嚇，咁我哋依家上去實地同大家去睇睇呢套房，你有冇興趣啦？嗱，上到嚟實地啦，嗱呢個係一套中高層嘅單位嚇，中高層咁啊格局，我相信大家如果係之前睇開我哋頻道嘅，相信都唔陌生啦。對於呢個戶型嗱，咁啊如果係新嘅朋友咧大家就可以睇睇嗱呢啲咁嘅單位。如果你係想關注翻肇慶呢邊啲大三房嘅情況下咧5到50嘅情況下咧，你可以睇睇呢啲戶型啦。嗱，咁同樣啦，我哋都係循例同大家去介紹下呢套房嘅一個情況啦。嗱，入嚟嘅入戶玄關呢邊過嚟咧，就係一個餐客廳嘅豎廳嘅一個設計。豎廳嘅設計，咁啊開間咧係3.8米嘅，超3.8米嘅，非常之闊嘅，整個廳同埋餐廳都比較闊落，係啦。另外咧過嚟呢邊咧就係廚房，廚房都係好闊落嘅嚇。大家睇翻嚇，咁啊新朋友大家可以睇睇啦，舊朋友咧都可以回顧下嚇，係咪個廚房非常之大嘅，比較舒服。再出嚟咧就係收陽台啦嚇，收陽台咁啊擺下洗衣機整個洗衣機櫃。咁啊，仲有好大嘅空間可以用翻屆時可以封咗呢個陽台窗佢，咁啊呢度可以晾下衫或者唔封窗用咗乾衣機嘅情況咧，直接都係可以用翻啦呢個位置嚇。咁啊出嚟咧就睇翻佢係一個南向嘅一個朝向嚟嘅朝向就唔錯嘅南向。咁啊陽台都夠大嘅，如果封個窗嘅情況下咧，將個扇門推埋出嚟咧，咁用埋個陽台咧就會更加闊落啦，係啦嗱，咁而且佢係有景觀嚇，咁啊望到江景啦，比較舒服下嘅江景望出去，咁啊山景度亦都有，咁啊望翻落去下邊咧因為中高層咧望翻落去園林咧就要帶少少俯衝嘅感覺望落去啦同樣咧佢都可以享受翻呢邊嘅整個一個園林景同埋江景同埋山景嘅。而且唔近翻城軌嗰邊，所以係唔會嘈嘅呢度非常之安靜嘅。咁啊休息區嗱，大家過嚟睇下佢3間房設計。首先睇下我哋嘅一個工位先嗱，工位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嗱整體嘅情況標準啦，都係比較好用嘅一個工位啦，夠晒大㗎啦呢邊咧就3間房首先第一間房呢間房咧係擺翻張1.5米床可以擺翻張1.5米床係冇問題嘅咁比相對普通嗰啲陽光房咧就會大翻啲擺1.5米床咁呢邊咧就同樣一樣擺1.5米床，還有衣櫃嘅位置可以擺包括啱先嗰邊都係可以嘅。擺咗床之後同樣係可以擺到衣櫃嘅，因為有實物有之前有拍過啲大裝修有家私電器嘅，大家可以睇睇下。咁空間係絕對夠嘅，同樣都係南向拆咗個窗花會好靚靚好多個窗望出去嘅話不過主人房都係主人房大家睇翻帶一個主套嘅主套過嚟咧就會係一個休息區休息區就可以擺1.8米床啦可以擺1.8米床，預留衣櫃嘅位置，跟翻主陽台南向有西江景同埋湖景都可以望到內園景嘅嗱咁大家可以睇翻啦嗱，如果你係即係話想揾間3房2廁嘅係嘛咁地段又唔算話差嘅，雖然話就目前呢邊嘅配套咧係還差少少，但係咧相對翻你話出翻去旺嘅熱鬧嘅地方咧買嘢嘅地方咧都係1公里左右嘅啫。咁你如果係揸部電單車過去，大概都係10分鐘8分鐘嘅事情。如果揸私家車嘅話，更加會快啲係啦。咁等同於旺中帶靜啦。咁包括小區門口咧的
都要有新鮮嘅肉類啊、菜類啊，呢啲都可以買得到嚇。只不過話商場肯定就要去翻萬達啦或者好世界啦，就咪所以話咧配套其實就差少少，但係咧佢嘅交通咧係好好嘅。喺香港翻嚟咧，直接唔使轉滴滴之類嘅車啦，直接落個高鐵就換乘城軌一個站，你就可以翻到屋企啦嚇，行過嚟對面就 OK。所以喺交通上面係絕對有優勢嘅。嗱，好似呢個單位110平方嚇，48萬，咁大家睇下 O 唔 OK？嗱，單價非常之平㗎啦嚇。咁啊，如果大家咁覺得 OK 嘅情況下，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人，你可以 WhatsApp 我哋攞資料係啦嚇。咁我哋今日咧同樣係喺西港明郡呢邊咧，同大家去睇翻一啲5座嘅一啲單位高層嘅嗱，有景觀嘅單位。咁啊，介紹到呢度。如果大家感興趣，就聯繫我哋。我哋呢集就到呢度，下集見，拜拜。